来遮就是爱体验伊的辛苦。对啦，这是水饺皮哦。哎呀，水饺啊，你这水饺皮一罐那是古水啊。哎呀，安尼还有卫生。来，咱包起来，包起来。安尼来，我甲恁讲吼，其实嘛，甲咱台湾要差不多啦。啊嘛是煨水啊，煨水，是煨水哦。嘿啊，你嘛有水啊。我最怀念的呢，我头一摆包水饺是我阿嬷做伙包真的。诶，安尼大家当做阿嬷就好啊啦。伊的肉的量爱偌济啊？佮一束啦，结束安尼。安尼伤济未？安尼拄啊好，你有适合包水饺。哎呦，啊，然后咱就开始切啊，大粒落，就煎落，煎落。啊，我那个有啥？哦，水啦！哦，你真正会使开水饺。你我给真正做科学是咩？那是天下间查甫无福气啦。啊，真有影。你讲白云哦，白云，白云。好啦，哎，我这个敢若拢淡薄落是安怎啦？因为你伤济，伤济哦。我要紧等的，才有你食较济咧。哦。啊，你这条两个水饺跟人相切，这正刚日本的，哦。日本的拢这个调正节，调正节，调正节。哎，我真正没有。我觉得。安尼哦。哦，安尼安尼较食，哎，你做日观的呢？安尼你讲水。水。是讲吼，姐啊，你伫遮生活遮久着，敢有拄过啥物？你感觉做辛苦的代志无？有啊，就伫个迄个7、8年前的时阵，阮老公啊，伊就安过世嘛，嘿啊，破病，迄时足艰苦的啊。你安怎行过来？我这一世人上辛苦的一段时间，拍3分工。无比国兼轮月，单亲阿母喙齿筋家的眼睛。8年前的时阵，阮老公啊，伊就安过世嘛，嘿啊，破病，迄时足艰苦的啊。艰苦是一定的啊。我这一世人上辛苦的一段时间，拍3分工。哎呦。我以前我伫个迄个机场内底有咧卖物件，啊了去迄个洗迄个清灰灵机，洗回灵机，洗灰灵机就是内底啦，因为做仓清内底做仓伊个清内底。啊，你若讲偶尔有时间啊，我若是迄个卖物件，迄时上晚班吼。我就透早，我搁去饭店，迄个人诶，找迄个早顿拍工洗碗。你拢免困呢？你一有啊，困3点钟，所以迄时阵偌瘦的。你逐工拢困3点钟尔？系啊系啊。啊，迄时阵是为着要饲囝吗？还是？迄时阵伊遮顾校啊4年诶。哦，就差不多8、9岁啦。嘿，4年。啊，但伊家资助都无去啊，你讲伊要安怎？爸爸妈妈伫台湾想要回去安尼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他拄啊，我直直看到缀伫你身躯边的，迄毋是？迄是你行吗？有一个一直甲你对呢。伊有卡无？摕你会甲伊摕外口，甲你饲。嘿，我系马咧讲啦。马咧讲什么意思啦？嘿呐。迄是。伊迄算第2个，因为阮阿无办结婚，我们都是安尼做伙。是。因为伊嘛是没有老婆。黄昏之恋啦。敢有法度互伊你来遮甲伊讲？你讲说，你甲讲一个感谢话，甲伊讲，啊你辛苦啊，啊是爱你不yêu啊。哎，どうぞ。这是伊啦。どうぞ啊，你安娜だ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后藤嘛。後藤さん，那恁两个是使偌久啊？阮10年前就熟悉啊。 10年前啊。嘿，阮若讲交往是拄啊，阮迄个先生伊无去了。 阮是6年前开始交往，什么机缘？嘿，什么机缘？你安尼做？伊时阵拄啊，伊是公务人员，啊，伊有去阮遐佚佗，伊巴拉去肯，甲咱台湾做交流的是第一个。哦，天理姻缘一线牵嘛。所以讲，还是你即摆有啥物话啊？你会使要甲感谢，这10年来一直甲你陪伴到今嘛。伊阵吼，我当时到肯丹的看到，伊都やってくれて本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感謝しております。不客气，南姐。我搁有传一个礼物要送，哦，搁有一个礼物，上
特别的，特别的，特别的。这是咱制作单位精心准备的。谢谢，多谢。来，给到我进去。来，一个电脑一台。哦，这好哦。上电脑啊！哎，我就欢喜的呢，你就欢喜的哦上电脑就欢喜的呢。我来讲，送你电脑一台内底一个鸦片。哦。有会啊，家己爱照顾家己啦。卖做小片。我除了一直发明个较当初就是讲，伊较通做，较保重安尼啦，慢慢通做啦，该休就该休。我是吼关心你的身体啦，生理豆做，卖做伤忝吼，有人食就卖想讲要做好食过了若快乐就好安尼啦，伊若过了病国安尼就好。廖医生，妈妈做爱你的吼，你身体爱爱死得了。爱死得我嘛爱你。是啊，你伫咧日本吼，足辛苦的咧拍拼，但是你身体嘛爱家照顾。爸爸妈妈我会替你照顾，我的阿公好势好势，你免烦恼。你逐日本来加油加油哦！大姐，哎呀，一个人日本嘛足辛苦，要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。我们全家的人就爱你。在异乡也日本要加油，爱你哦。谢谢。啊，真正天下父母心呢吼，看了真感动。做多谢恁呢。这是阮来这抓想要送互你的礼物，因为阮知影你伫外口蛮就是足辛苦的，嘛会足思念恁厝的人的，伊嘛是希望你会使过了真好，所以讲阮生活是足幸福的，你足侪爱你的人拢陪伴着你，安尼好无？希望你伫日本会使搁较加油的，好无？搁较加油，加油，坚强加油，继续安尼乐观的安尼拍拼落去。好啦，无后个月机票我帮你出啦。真的哦，好。我叫我要爸爸妈妈来遮看萨库拉。赞。希望你爸爸妈妈起来，安尼翕相互阮看。好啊，我遮传倒呀。再传互阮看，好无？加油！谢谢你。麦克干爹。我会当了解伊的心情，上起思念的是啥物？爸爸妈妈，莫讲啥物，我就出来3天，我就开始咧想我的爸爸妈妈。何况讲伊伫咧国外，若是讲会当听到一个爸爸妈妈鼓励的声，也想会当看到伊厝内面人的影，佮看到爸爸妈妈身体拢健康，这是一个真正无价之宝。